六祖坛经宗报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。漏读字、误读字、破音字、未变音字的字音，请先自行对照《大藏经》第2008经或六祖坛经先天解一书更正。等再版再更新之。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。公元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，四祖比丘宗宝边行游第一时，大师至宝林，韶州为四市区，与官僚入山请师，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，为众开元说法，师生作寺，寺使官僚30余人，儒宗学士30余人，僧尼道俗1000余人，同时作礼。愿闻法要。大师告众曰：善知识，菩提自性，本来清净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善知识，且听慧能行有得法事义，慧能言复。本观范阳，左将留于岭南，作新州百姓，此身不幸，父幼早亡，老母孤遗，移来南海，艰辛贫乏，于是卖柴，时有一客买柴，使令送至客店，客收去，慧能得钱，却出门外，见一客诵经，慧能一闻经语，心即开悟，遂问客诵何经，客曰：金刚经。复问从何所来，持此经典。客云：我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来，其寺是五族人大师在彼主化，门人1000有余。我到彼中礼拜，听受此经，大师常劝僧俗，但持金刚经，即自见性，直了成佛。慧能闻说，素昔有缘，乃蒙一客取银10两与慧能，另充老母1两，交便往黄梅3里5祖。慧能安置母弟，即便辞为，不经30余日，便至黄梅，礼拜五祖。祖问曰：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慧能对曰：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，远来礼师，唯求作佛，不求于物。祖言：汝是岭南人，又是辽，若未堪作佛？慧能曰：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。辽身与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别？五祖更欲语，且见徒众总在左右，乃令随众作务。慧能曰：慧能起和尚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田。为审和尚教作何物？祖云：这辽根性大利，汝更勿言。着草场去，慧能退至后院，有一行者，插慧能破柴踏对。经8月余，祖一日忽见慧能，曰：吾思汝之剑可用，恐有恶人害汝，遂不与汝言。汝知否？慧能曰：弟子亦知之意，不敢行至堂前，
令人不觉。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，吾向汝说：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终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离生死苦海，自性若迷，福何可救？汝等各去自探智慧，取自本心盘惹之性，各作一计，来成无憾。若悟大义，复汝依法，为第六代祖，火急速去，不得迟滞。思量极不中用，见性之人，言下须见。若如此者，轮刀上阵，亦得见之。欲立根者，重得处分。退而帝相谓曰：我等众人，不须诚心用意作计，将成和尚，有何所益？神秀上座，现为教授师，必是他得。我被骂作寄送，枉用心力，愚人闻语，总皆悉心。闲言，我等以后依止秀师，何烦作计？神秀思维，诸人不成计者，为我与他为教授师，我须作计，将成和尚。若不成计，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？我成计义，求法极善，密阻极恶，却同凡心，夺其圣位惜别。若不成计，终不得法，大难大难！吾祖堂前有布郎3间，你请供奉卢真化楞伽经变相，及五祖血脉图，流传供养。神秀作计成矣，数度欲成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。你成不得，前后经4日，13度成计不得。秀乃思维，不如向廊下书的，从他和尚看见，忽若道好，即出礼拜，云是秀作。若道不堪，往向山中数年，受人礼拜，更修河道，是夜3更，不使人知，自执灯，书记于南廊壁间，诚心所见，即曰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秀书记了，便却归房。人总不知，秀复思维，吾祖明日见计欢喜，即我与法有缘。若言不贪，自是我迷。夙业障重，不可得法，圣意难测。房中思想，坐卧不安，直至5更。祖已知神秀入门未得，不见自性。天明，祖唤卢供奉来，向南廊壁间绘画图像。忽见其迹，报言：供奉却不用画，劳尔远来。经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但留此迹，与人诵持，依此迹修，免堕恶道；依此迹修，有大利益。令门人炷香礼敬，尽诵此迹，即得见性。门人诵记，皆叹善哉。祖3更唤秀入堂，问曰：
既是汝作否？秀言：实是秀作，不敢妄求祖位，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有少智慧否？祖曰：汝作此计，未见本性，只到门外，未入门内。如此见解，觅无上菩提，了不可得。无上菩提，须得言下，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不生不灭，于一切时中，念念自见，万法无智，一真一切真，万境自如如，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实。若如是见，即是无上菩萨之自性也。如且去一两日思维，更作一计，将来无憾。汝既若入得门，复汝依法，神秀作礼而出，又经数日，作计不成，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，犹如梦中，行作不乐。复2日，有一童子于对房过，唱诵其偈，慧能一闻，便知此偈未见本性，虽未蒙教授，早识大义，遂问童子曰：诵者何偈？童子曰：尔这了不知。大师言：是人生死事大，欲得传复依法，令门人作偈来看。若悟大义，即复依法。为第6祖，神秀上坐于南廊壁上，书无相继。大师令人接诵，依此偈修，免堕恶道；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慧能曰：一本有我意要诵此，劫来生缘。上人，我此踏对8个余月，未曾行到堂前，望上人引至祭前礼拜。童子引至祭前礼拜。慧能曰：慧能不识字，请上人为读。时有江州别驾，姓张明日用，便高声读。慧能闻已，遂言：亦有一偈，望别驾为书。别驾言：汝亦作偈，其事稀有。慧能向别驾言：欲学无上菩提，不得轻于初学。下人有上智，上人有没意智。若轻人，即有无量无边罪。别驾言：汝但诵偈，吾为汝书。汝若得法，先须度吾，勿忘此言。慧能偈曰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书此偈矣。徒众总经，无不皆讶，各相谓言：奇哉！不得以貌取人，何得多识？使他肉身菩萨，祖见众人精怪，恐人损害，遂将携他了偈，曰：亦未见性，众以为然。次日，祖前至对房，见能邀时冲逆，语曰：求道之人，为法忘躯，当如是乎？乃问曰：米熟也未？慧能曰：米熟久矣，犹欠筛在，足以杖击对3下而去。
慧能即会祖义，三古入世，足以袈裟遮为，不令人见。未说金刚经，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慧能言下大悟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遂起祖言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祖之物本性，谓慧能曰：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若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即名丈夫天人师佛。三更受法，人尽不知，便传顿教及衣钵，云：汝为第六代祖，善自护念，广度有情，留步将来，无令断绝。听无忌曰：有情来下种，因得果还生；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祖父曰：悉达摩大师出来辞兔，人谓之信，故传此一，以为信体，代代相承。法则以心传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佛为传本体，师密付本心，一未争端，直汝勿传。若传此一，命如悬丝，汝须速去，恐人害汝。慧能起曰：向甚处去？祖云：逢怀则至，遇会则藏。慧能三更，领得衣钵，云：能本是南中人，素不知此山路，如何出得江口？吾祖言：汝不须忧，吾自送汝。祖相送直至九江驿，祖令上船，吾祖把自摇。慧能言：请和尚坐。弟子何摇？祖云：何事无度汝？慧能云：迷时失度，悟了自度。度名虽一，用处不同。慧能生在边方，语音不正，蒙师传法，今已得悟，只合自性自度。祖云：如是，如是。以后佛法，有汝大行，汝去3年，无方世事。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，不宜诉说。佛法难弃，慧能辞为足矣。发足南行，2月中间，至大余岭，吾祖归，数日不上堂。众疑，亦问曰：和尚少病少恼否？曰：病即无，依法已难矣。问谁人传授？曰：能者得之。众乃知焉。逐后数百人来，欲夺衣钵。一僧俗姓陈，名慧明，先是4品将军，性情粗糙，极易3旬，为众人先。趁机慧能置下衣钵于石上，云：此衣表信，可力争耶？能引草莽中。慧明至，提多不动，乃唤云：行者，行者，我为法来，不为衣来。慧能遂出，坐磐石上。慧明作礼云：望行者为我说法。慧能云：
汝既为法而来，可摒息诸缘，勿生一念。吾为汝说明良久，慧能云：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魔时，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。慧明言下大悟，复问云：上来密与密意外，还更有密意否？慧能云：与汝说者，即非密也。汝若反照，密在汝边，名曰慧明虽在黄梅，实未省自己面目。今蒙指示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今行者即慧明师也。慧能曰：汝若如是，吾与汝同吃黄梅，擅自护持。明又问：慧明今后向甚处去？慧能曰：逢缘则至，遇蒙则居。明礼辞，明回至岭下，谓称众曰：向至崔嵬，竟无踪迹，当别道寻之。称众咸以为然。慧明后改道名，必师上字。慧能后至曹溪，又被恶人寻逐，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，凡经15载，时与猎人随宜说法。猎人常令守望，每见生命，尽放之。每至饭时，以菜祭煮肉锅，或问，则对曰：但吃肉边菜，一日思维，时当弘法，不可中顿。遂出至广州法性寺，直印宗法师讲念经。时有风吹动，一僧曰风动，一僧曰动，议论不已。慧能进曰：不是风动，不是动，仁者心动。一众骇然。印宗言至上席，只结奥义，见慧能言简理当，不由文字。宗云：行者定非常人，久闻黄梅依法难来，莫是行者否？慧能曰：不敢。宗于是作礼，告请传来衣钵，出示大众。宗复问曰：黄梅副主，如何止受？慧能曰：止受即无，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宗曰：何不论禅定解脱？能曰：谓是二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法是不二之法。宗又问：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慧能曰：法师讲念经，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：犯四重禁，作五逆罪，及一阐其等，当断善根佛性否？佛言：善根有二，一者常，二者无常。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，名为不二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。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运之与界，凡夫见二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。无二之性即是佛性。印宗闻说，欢喜合掌，言：某甲讲经，犹如瓦砾；仁者论义，犹如真金。于是为慧能剃发，
愿是为师，慧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。慧能于东山得法，辛苦受尽，命似悬丝。今日得与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会，莫非类结之缘，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，同种善根，方使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。教是先生所传，不是慧能自制。愿闻先生教者，各令静心，闻了各自除疑。如先代圣人无别，一众闻法，欢喜作礼而退。六祖坛经宗宝本经文逐字念国语版，漏读字误读字破音字未变音字的字音，请先自行对照大藏经第2008经或六祖坛经先天解一书更正，等再版再更新之。读念速度请自行调整跟上。公元2010年7月于中华民国的台湾省台南县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风报恩光孝禅寺住持，四祖比丘宗宝编盘惹第24日，为使君请益。师生作，告大众曰：总净心念摩诃盘惹波罗蜜多。复云：善知识，菩提盘惹之智，是人本自有之，只缘心迷，不能自悟。虚假大善知识，是导见性，当知于人是人，佛性本无差别，只缘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有智。吾今为说摩诃盘惹波罗蜜法，使汝等各得智慧，至心谛听。吾为汝说善知识，是人终日口念盘惹，不识自性盘惹，犹如说食不饱，口但说空，万劫不得见性，终无有益。善知识，摩诃盘惹波罗蜜是梵语，此言大智慧到彼岸，此须心行，不在口念，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，口念心行，则心口相应，本性是佛，离性无别佛，何名摩诃？摩诃是大，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畔，亦无方圆大小，亦非青黄赤白，亦无上下长短，亦无无系，无是无非，无善无恶，无有头尾。诸佛刹土，尽通虚空，是人妙性本空，无有依法可得，自性真空，亦复如是。善知识，莫闻无说空，
遍及的空，第一末的空。若空心静坐，即的无际空。善知识，世界虚空，能含万物色相，日月星宿，山河大地，泉源溪涧，草木丛林，恶人善人，恶法善法，天堂地狱，一切大海，须弥诸山，总在空中。是人性空，亦复如是。善知识，自性能含万法是道，万法在诸人性中。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，尽皆不取不舍，亦不染的，心如虚空，名之谓道，故曰摩诃。善知识，迷人口说，智者心行，又有迷人，空心静坐，百无所思，自称为道，此一辈人，不可逾矩，为邪见故。善知识，心量广大，遍周法界，用极了分明，应用遍知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去来自由，心体无志，即是般若。善知识，一切般若智，皆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入，莫错用意，名为真性自用，一真一切真，心量大事，不行小道，口沫终日说空，心中不修此行，恰似凡人自称国王，终不可得，非无弟子。善知识，何名般若？般若者，常言智慧也。一切处所，一切时中，念念不渝，常行智慧，即是般若行。一念愚即般若觉，一念智即般若生。是人愚迷，不见般若，口说般若，心中常愚，常自言我修般若，念念说空，不识真空。般若无形相，智慧心即是。若作如是解，即名般若智。何名波罗蜜？此是西国语。常言道彼岸，解义离生灭，的景生灭起，如水有波浪，即名为此岸。离境无生灭，如水常通流，即名为彼岸，故号波罗蜜。善知识，迷人口念，当念之时，有妄有非，念念若行，是名真性。悟此法者，是般若法；修此行者，是般若行。不修即凡，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。善知识，凡夫即佛，烦恼即菩提。前念迷即凡夫，后念悟即佛。前念的境即烦恼，后念离境即菩提。善知识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最尊最上最第一，无住无往亦无来。三世诸佛从中出，
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，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，便三毒未戒定慧。善知识，我此法门，从一般若生84000智慧，何以故？为世人有84000尘劳，若无尘劳，智慧常现，不离自性。悟此法者，即是无念、无意无着，不起狂妄，用自真如性，以智慧观照，于一切法，不取不舍，即是见性成佛道。善知识，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，须修般若行，持诵金刚般若经，即得见性。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，经中分明赞叹，莫能具说。此法门是最上乘，为大智人说，为上根人说，小根小智人闻，心生不信。何以故？譬如大龙下雨于盐浮提，成邑聚落，溪皆漂流，如飘藻叶。若与大海，不增不减。若大乘人，若最上乘人，闻说金刚经，心开悟解，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，自用智慧，常观照顾，不假文字。譬如雨水，不从天有，原是龙能性质，令一切众生、一切草木有情无情，悉皆蒙润，百川众流，却入大海，合为一体。众生本性般若之智，亦复如是。善知识，小根之人，闻此顿教，犹如草木根性小者，若被大雨，悉皆自倒，不能增长。小根之人，亦复如是。原有般若之智，与大智人更无差别。因何闻法不自开悟？缘邪见障重，烦恼根深，犹如大云覆盖于日，不得风吹，日光不现。般若之智亦无大小，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，迷心外见，修行密佛，为悟自性，即是小根。若开悟顿教，不能外修，但于自心常起正见，烦恼尘劳，常不能染，即是见性。善知识，内外不住，去来自由，能除执心，通达无碍，能修此行，与般若经本无差别。善知识，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，大小二乘，12部经，皆因人智，因智慧性，方能建立。若无是人，一切万法本自不有，故知万法本自人心。一切经书，因人说有，缘其人中有愚有智，愚为小人，智为大人。
愚者问于智人，智者与愚人说法，愚人忽然悟解心开，即与智人无别。善知识，不悟即佛是众生，一念悟时，众生是佛，故知万法尽在自心，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？菩萨戒经云：我本源自性清净，若识自心见性，皆成佛道。净明经云：即识豁然，还得本心。善知识，我于忍和尚处，一闻言下便悟，顿见真如本性，是以将此教法流行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，各自观心，自见本性。若自不悟，须弥大善知识，解最上乘法者，直是正路。是善知识有大因缘，所谓化导令得见性，一切善法，因善知识能发起故。三世诸佛，12部经，在人性中本自具有，不能自悟，须求善知识。